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市议会成立50周年，当时嘛是第13届的议员就职满1年，所以昨暝来举办庆祝的活动，真难得哦！这歌文提甲吴敦义做伙来出现，两个人的互动将做注目的焦点。也是主席啊？没有啦，我主席帮你管。恁两个主席，卖乱咯。 台北市长郭文铁出席台北市议会庆祝活动，难得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做伙出现。我也是老台北了，那时候满25岁，那时候我还在念国中。吴敦义一开嘴就甲郭文铁讲，伊本身25岁就做市议员啊。郭文铁笑笑咧讲，迄个时阵伊要咧读国中，两人互动看起来也算是自然。其实郭文铁进前就捌警惕吴敦义不应该列入不分区的立委名单。 如果让白海豚落选，或让白海豚搁浅，这个会比较，这个目标比较容易达到，而且比较 reasonable， 比较合理。郭文铁讲过这为了，两个人头一摆共台，吴敦义面带笑容，甲郭文铁互动，手香香对这个郭文铁的镜头甲拍落。市长你来唱双人镜头我也在唱这个动作是有权表示好意，还是别有用心？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，拢引起人的注意。